我哋成日話廣府人、廣府話，咁廣府究竟係指邊度啊？其實佢指嘅就係明朝嘅廣州府，係一個好大嘅行政區嚟噶，包括咗明朝嘅南海、番禺、順德、東莞、新安、三水、增城、龍門、香山、新會、新寧、從化、清遠、連州、陽山、連山等一州15縣。去到清朝中葉嘅廣州府呢，就包括咗今日嘅廣州市、佛山市、東莞市、深圳市西部、中山市、珠海市、江門市嘅新會區同台山市，以及香港、澳門。咁廣義嘅廣府人呢，又要大好多啦，包括咗廣西、廣東、香港、澳門同埋海外有廣東人嘅聚居區。只要你由細係講粵語嘅，你都係廣府人嚟噶。廣府人身上有幾個特點嘅喎，第一個咧就係大家同聲同氣，都係講粵語嘅。嗱，你又可以叫佢白話、廣州話、廣東話、廣府話都得。第二個就係大方得嚟又孤寒喎。嗱，幾千蚊嘅飯餸食得起，但係絕對唔會使冤枉錢買多一包紙巾。第三個咧就係低調務實，錢財不外露啊！你去街市買餸啊，隔離嗰個着人字拖、公字背心嘅阿叔，好可能屋企有2層樓噶。仲有就係做嘢講求好意頭，好多大廈裏邊嘅電梯咧都冇4樓嘅，取而代之係3A。你覺得廣府人身上仲有乜嘢特點呢？